Hello，各位聽眾，大家好啊！歡迎返嚟跑馬仔講時事啊！相信啦，大家呢幾日啦，打開手機啊，睇新聞啊，都一定有留意到元朗1號狗咬狗呢一單令人非常心痛嘅慘劇啊！喺網上流傳嘅片段裏面啊，小狗啊不幸就俾大狗咬死啊！狗主人啊當場崩潰啊，跪地痛哭啊，嗰種無助同埋悲痛啊！真係隔住個芒都覺得好心噏啊！咁我哋對失去愛犬嘅主人啊，致以最深切嘅同情啊。不過，當社會上群情洶湧，紛紛指責嗰隻大狗嘅時候啊，今日我想帶大家喺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一睇呢一單悲劇嘅背後，嗰隻咬死細狗嘅大狗拉里，佢究竟經歷過啲乜嘢？點解動物保護組織無手救援會挺身而出，希望保住佢一命呢？呢隻大狗個名叫拉里，係一隻重超過20公斤、5歲大嘅混種西班牙藏獒啊！喺大家眼中啦，佢可能係一隻失控嘅猛獸，但係拉里嘅身世其實非常之坎坷啊！短短喺5年嘅生命裏面啊，佢已經經歷過4個主人，即係話佢俾人棄養過足足3次啊！最初啦，係有一位富商啊買咗拉里同埋另外一隻同品種嘅狗翻嚟啊，點不知啊兩隻狗成日打交啊，而富商啊覺得拉里比較乖啊，於是啊就將拉里賣咗俾第二任嘅主人啊。之後嘅日子，拉里就好似一個波一樣啊，輾轉去到第3，甚至而家第4個主人嘅手上。咁拉里而家個主人呢，就住喺元朗1號附近啊，大約1公里嘅一間鄉村寮屋度嘅。平時主人啊將拉里係放喺屋外邊養嘅，只係用個鐵絲網圍住。其實啊，拉里喺今年啊7月啊已經試過偷走出去㗎啦，而且係有咬傷另外一隻波基犬嘅前科啊。當時主人喺漁護處度接翻佢翻嚟之後啊，已經加固咗鐵絲網嘅底部啊，但係咧意外啊始終都係發生咗啦。事發當日啊，主人係已經翻咗工，拉里係再一次喺個鐵絲網個底嗰度啊挖咗個窿啊，自己啊偷走咗出去啊。對於拉里走失咗同埋咬死細狗嘅事啊，狗主當時係完全唔知情嘅。慘劇發生咗之後啊，大批警員同埋漁護處嘅人員啊到場啊制服咗拉里啊。咁狗主啦隨後啊亦都去到執法部門度落口供啊。但係喺呢個時候啊，發生咗一段影響咗拉里生死嘅小插曲啊。據無手救援負責人透露啊，狗主喺落口供嘅期間啊，漁護處人員啊係要求佢簽署一份棄養書嘅。而當時啊，就有人向個狗主就表示話，要處理呢隻狗啊嚟向市民交代啊。咁狗主啊，當時就心慌意亂啊，佢以為官方所講嘅處理啊，意思係漁護處會幫手照顧拉里啦，或者係有其他妥善嘅安排啊。於是啊，就喺棄養書上邊啊簽咗名啊。咁直到第二日朝早啊，狗主啊睇到新聞報道啊，先如夢初醒啊。原來官方口中講嘅處理或者人道處理，指嘅係人道毀滅啊，即係要殺死拉里。喺狗主知道咗真相之後啊，感到極度呢個後悔同埋自責啊。佢即刻主動聯絡無手啊，並強烈要求向漁護處啊撤回呢個棄養決定啊。換言之啦，拉里而家嘅生死啊，就喺一張棄養書同埋當局嘅裁量之間啊。咁好多人會問啊，隻狗咬死咗隻細狗咁危險，人道毀滅都係無可厚非啊。但係我哋不妨聽一聽一直跟進事件嘅無手負責人點講啊。佢就話啦，其實拉里平時對人係非常友善嘅。喺事發當日嘅片段啊，大家都可以睇到啊，即使啊側邊啊係有人用水狂淋佢啦，甚至用力拉佢隻後腳啦，
佢由始至終都冇對人類作出過任何反擊同埋攻擊嘅動作㗎。到後來漁護處人員去捉佢嘅時候佢都係冇掙扎㗎。更加令人意想唔到嘅係狗主屋企其實仲另外係有養咗一隻細狗。拉里平時同啲細狗係相處得非常之融洽㗎，甚至會保護對方所以狗主都好愕然唔明白點解拉里出到街會咬死其他細狗咁無手嘅負責人分析就話啦，拉里嘅情況係屬於冇人教同埋冇人管束佢出去咬細狗未必係出於惡意嘅攻擊㗎，係可能係一種未經馴化嘅狩獵本能或者係玩嘅心態㗎。咁正因為睇到拉里並唔係一隻對人類有惡意嘅狗無手救援決定伸出援手咁佢就話啦，如果漁護處同意不作出呢個人道處理無手係願意全權接收拉里嘅，希望係可以保住佢一命㗎。佢哋承諾會幫拉里尋找專業嘅訓犬師進行呢個行為矯正同時保證日後照顧嘅時候會做好所有安全措施，包括外出就必定佩戴口罩、用拖繩拖實等等咁無手嘅負責人講咗一句說話啦，其實係好值得我哋反思嘅。其實人要俾機會，狗都要俾機會。整死隻狗其實真係無補於事嘅。整死一隻狗係好容易，但係咪真係可以彌補到失去咗細狗主人嘅痛呢？我哋應該懲罰嘅係冇盡好責任去妥善管束呢一隻狗嘅主人，而唔係將所有嘅罪責推落一隻唔識得思考啦、憑本能行事嘅狗身上㗎。呢一單悲劇係一個極大而沉重嘅教訓啦。佢提醒咗所有嘅狗主，養大狗絕對唔係俾餐飯佢食咁簡單。做好家居防護啦，出街拖繩戴口罩，提供適當嘅行為訓練全部都係主人責無旁貸嘅本分拉里係經歷過4次嘅棄養從來冇人好好咁教過佢點樣喺人類嘅社會同埋其他嘅動物共存㗎。我喺度衷心希望有關部門可以考慮拉里嘅特殊背景考慮無手嘅救援方案俾拉里係一個生存同埋佢受教嘅機會㗎。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請大家訂閱同埋讚好，有意見嘅可以喺下邊留言，多謝晒。